光飄雪嘉年華係東華三院同民政事務總署嶄新嘅嘗試，透過覆蓋黃大仙摩士公園泳池後所得來嘅公共空間，舉辦富歐陸色彩特色嘅聖誕嘉年華會。呢次極具創意嘅活動，唔單止能夠善用珍貴嘅城市空間，更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個難得節日嘅好去處。活動更首次引入戶外極光投影表演，配合闊50米嘅投影幕，加上飄雪嘅效果，相信可以令到市民感受到一個別開生面嘅聖誕節。為期大約1個月嘅東華三院極光飄雪嘉年華，由東華三院主辦，民政事務總署支持並贊助場地，體現官民合作。呢個嘉年華嘅另一個創新意念呢，就係利用公眾游泳池關閉期間所騰出嘅公共空間，舉行大型嘅社區活動。一方面呢，係巧妙咁解決咗同類型大型活動喺物色場地上嘅困難；另一方面呢，又能夠善用地區資源同埋空間。活動場裏邊呢，有特色嘅佈置、美食嘅攤檔同埋遊樂設施，仲有主題攝影同埋舞台匯演。活動呢，亦都係引入咗全港首次戶外3D 冬日嘅極光投影，極具創意。而最重要呢，就係呢個活動俾黃大仙區鄰近嘅居民，以至全港嘅市民，包括弱勢社群，能夠一同喺聖誕佳節感受歡樂嘅節日氣氛，促進社區共融，非常之有意義。我哋嚟緊呢東華三院極光飄雪嘉年華嘅亮燈儀式呢，而家就即將開始啦。首先有請民政事務局馮秘書長將佢個聖誕木馬嘅燈座呢放上去個燈座上邊。哇！大家見到聖誕木馬呢，其實呢就係我前面嘅。咁其實呢，呢個木馬呢，大人小朋友都啱玩嘅喎。仲有呢，俾個 tips 大家啦，大家係可以免費呢坐上去影相嘅喎。好啦，接住落嚟啦，我哋再請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先生將胡桃夾子咧放上去咯喎！哇，咁胡桃夾子咧就置身於我嘅右手邊嘅。咁胡桃夾子大家見到咧，佢兩面咧都有唔同嘅表情㗎，咁所以大家可以同佢影多啲相啊！好，接住落嚟，我哋有請黃大仙區議會李德康主席將鐘樓咧放上燈座上面㗎。嗱，大家見到個燈座呢，就係咧喺我嘅左手邊嘅。咁其實呢個燈呢係真嘅喎，咁所以呢，大家一定一陣間會玩到樂而忘返嘅咯。接住落嚟，我哋有請東華三院主席馬陳家歡呢，將歐洲嘅小屋放上去啦。哇！大家見到咧，歐洲小屋咧就係咧置身咧喺我嘅台嘅後邊嘅。咁咧其實咧歐洲小屋咧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嘅喎，包括咗咧係有手工藝啦、遊戲咧，仲有好多好好味嘅嘢食喎。大家記住咧要去參觀一下啦。好啦，跟住落嚟，我哋有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將呢一個嘅聖誕樹就放上去上面嘅燈座咯喎。哇！大家見到咧，呢個燈光啦，已經喺前面響亮啦。咁其實呢個聖誕樹呢，有成10米咁高嘅喎，亦都係咧現場裏邊咧最高嘅裝置。咁你見到咧現場咧所有嘅燈飾咧都已經着咗啦。其實咧就寓意住咧，好似我哋香港啦，嚟緊咧會係五光十色咧，而我哋香港人咧每一日咧都係繼續精彩咧同埋開心咁嘅生活嘅喎。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會邀請咧林司長你咧為我哋主持咧極光飄雪咧嘅第一場嘅放映嘅。咁啊講得咧係即係全民咧都係開心嘅一個活動啦。咁所以咧一陣間咧我哋會邀請咧就係在場咁多位朋友咧同我哋一齊倒數嘅。咁啊林司長咧就會咧係將呢個咁靚嘅，你見到呢一個係一個聖誕嘅一個嘅水晶球啦。你見到入邊咧哇，真係好多嘅飄雪喎，係咪啊？係啦，你覺得點啊？呢個飄雪望落去，好有歐洲 feel 啊！好有歐洲 feel 啦，亦都係好有開心嘅氣氛嘅。咁所以咧呢個咁難得嘅事情咧嘅時間咧，咁啊都係大家一齊進行啦。好啦，大家準備好未啊？準備好啦嗬，咁我哋一齊數3、2、1，咁林司長就會放落去咯喎。好，準備。